来换一个心情，俗语讲输人唔输阵。这个赛车教父廖老大甲中国网红杰尼龟要拼快车对决0到400公尺加速比赛，为台湾争一口气。廖老大开500万打造拍鼓号，本来一直找无汽车的场所，即马总算有下落啊！确定伫4月7日，也就是后礼拜3，要伫台中高美湿地风车大道买汽车，有这个信心拍破杰尼龟的8.93秒的纪录。 廖老大开500万打造的打鼓号，要和中国的网红杰尼龟比0到400公尺的加速，所以因为一直找袂到适合的场地，一度面对无路会赛期的状况，即马总算有好消息。确定的时间是在4月6号，然后在那个清水的风车大道上面，义交的部分是30个人，然后我自己公司动员100个人去做现场维护。为着要找场地，廖老大四界探听，甚至就用中华溪州乡私人飞行场的跑道来测试，即马总算会使和杰尼龟来对决，廖老大嘛真有信心。那受卷没有场地，我们0102出来成绩确实比他快，他就认为不可能，一直觉得不可能。那我们公告成绩，他就觉得不可能。后来他就喊话了嘛，如果你能跑这么快的话，我再付100万。所以我就跟他回复，我说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就04再加注100万嘛，反正捐13越多越好。8.93秒的这个成绩，我们当天有没有把握破他的成绩？一定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不会让大家失望。你们期待的3月30号测试，它终于来了。你这是窜稀吗？廖老大原本按算要伫3月30号的测试暂停，和杰尼龟伫网络顶直咧算。不过廖老大嘛讲，伫约赛期限到之前，伊会用心计互对方点点，要为台湾和国内赛车的产业争一口气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